將個單位租出去啫嘛。估唔到咧，亦都咁樣騙徒乘機可以搭上你嘅方法嚟嘅。第7個個案，事主就37歲嘅啫，就透過手機應用程式咧58同城刊登咧就房屋出租嘅資訊嘅。呢個女銷售員咧樓喺香港買咗，咁啊唔係自己住，係啊諗住嚟收租，咁啊有人就咦見到喎，咁啊有興趣啦。咁啊主動聯絡啦，就表示咧有興趣去承租嘅。咁啊，但係咧喺討論租金同埋付款方式嘅時間咧，突然間轉移話題咯，開始游說事主咧投資黃金，仲提供一個投資網站嘅連結。睇翻近幾次嘅案例啦，好聰明嘅咧，佢會俾一個網站你，等你喺網站上面做。咁啊，乘機咧，亦都係一個可以擺脫佢自己責任。呢個網站最初呢個女事主咧就冇咩興趣，但係呢張生好堅持，又話俾你聽啦，嗱，投資黃金好高回報㗎。係啊，呢個貪念又動咗啦。同阿張生講，我想套現咯喎。呢個騙徒嘅網站登記咗之後咧，又根據嗰啲客服嘅指示咧，就分3次入咗錢落呢個戶口入邊咯喎。帳面上咧就係真係有賺㗎喎。當然就一定係好多理由咧，話俾你哋聽咧，就冇得套現啦。當你要求到佢要俾錢先至攞得翻啲錢嘅時間咧，就已經發覺唔對路啦。發現大量嘅投資黃金嘅詐騙案都係咁樣，自己可能已經中咗伏啦。咁啊，由於咧就係轉賬嘅目的地咧就係香港嘅銀行戶口，女事主咧就係同香港嘅警方報案，咁啊經過統計咧25萬啫。